废旧的电池安装在电钻上，居然还有这么厉害的作用。然后启动电钻，把胶布缠绕在这个电池上，这样在狭小的空间缠胶布就可以缠得非常紧，这样进不去，但缠在电池上就可以轻松过去。然后你还可以把所有的废电池这样怼在一起，用纸把它包裹起来，给它接2条线，就可以检测 LED 灯它的好坏，哪一个灯珠坏掉了，它就检测出来，如果是坏的，它就不亮。不管是空调遥控器还是电视机遥控器，如果没有电了，可以这样接，把这些电池连接在一起，接2条线，接在遥控器的正负极，这样遥控器就可以正常使用了。你看装上以后，直接你看就可以用了吧。废旧电池在我们生活中还有很多的妙用，那么你知道几个呢？请在评论区我们一起讨论学习吧。